宣调，万骨的摇花，你徛起的所在遐尼通意爱，我的心神若无摇花的电源够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以色列啊，你着仰望摇花，伫有丰盛的救赎。而且，请咱大家准备好咱的心，来做伙三个来祈祷。全能阿爸天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若是离开你，阮就无能为力哦。凭着主的圣神来引带着阮，通罗卜为通天神会带领着你的百姓因。无论阮是踮伫美国，还是踮伫台湾，还是踮伫世界各所在，我要做伙来做礼拜。胡萝卜今仔日来宣扬着你的福音，为通互遐个拄伫听候仰望上帝的人，来传达主你的真理甲恩典。伫这个疫情渐渐稳定落来，但阮的教会今日特别竞选今仔日这个双十这个国庆日，重新倒转来教会做这个实体的礼拜。但兄弟姊妹要做伙来敬拜阿罗天父上帝，恳求上帝保护阮大家出入拢得到平安。台湾要继续为着台湾来祈祷，因为最近中共不断来派遣各种的这个军机来到台湾这个防空识别区，做一寡无意义的这个搅扰，因这个文攻武力的恐吓，敢若亲像罗马一样，互台湾的百姓
那家己着仰慕中共即款的不友善的这个动作，因为万一若是七情来走火，必定会引起一场无意义的战争。台湾百姓是有权利来选择自由民主的，中共即款的压霸的手段，台湾人是绝对袂屈服的，也袂互全世界来配喙烂。这就是甲肺炎病毒同款的这个个人怨。我相信邪不胜正，上帝是公义的，绝对无容忍这个恶势力的这个吞踏。因为台湾海峡的和平是建立在这个民主的自由、人民的良知以及这个民族的这个素养，并不是伫外口等伊的武力、等伊的家肉、等伊的军头母的大粒。主啊，阮需要你来怜悯甲保守，使互阮所徛起的大地有清气的环境，或者会肺炎病毒以及中共即款凶悍的这个阴霾，会当紧紧离开，互美国、互台湾、互全世界会通恢复过去迄种健康有五人的一个环境。愿五人上帝的怜悯，互这百姓有一个悔改的心，恳求上帝来医治美国、医治台湾这块土地，互大家拢总会当过着这个风调雨顺的生活。但最近已经入秋，阳早暗气温较低，希望大家拢会当注意家己的身躯的清查，也赶紧去拍这个感冒的这个预防针。今日我们即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甲这个实体的礼拜来敬拜欧罗里。过去主日的礼物馆，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礼拜的乡亲甲兄弟。做伙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互我每一个人拢会通得到，也做上帝赐福的管道。现在恳求主你来洁净罗卜的嘴，圣神来感谢阮的心思意念，我就望阮一个主日，我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何西阿书第6章第1到第3节。第一节，来啊，咱着归我耶和华，伊甲咱疼你，嘛会甲咱医好；伊拍咱，嘛会甲咱的伤包起来。过2日，伊要互咱过活。到第3日，伊要互咱起来，咱就活伫伊的面前。咱着认捌耶和华，趁咱进前来捌伊。伊稳当话亲像天光早起的光出现，伊会亲像雨淋到咱，嘛会亲像春天的雨润泽土地。第2位圣经节记载伫彼得后书第3章第8到第9节。第8节，所听的兄弟啊，有一项代志，请恁毋通袂记记，就是伫主的眼中，一日亲像1000年，1000年亲像一日。有人想讲，主在延长伊的应允，其实是在宽容恁。伊无爱有人灭亡，是爱逐人拢悔改。这是上帝的话，今仔读甲听遐个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是有福气的，因为日期近啊。阿明。学咯，咱向前行伫上帝光。这首诗歌是非洲祖鲁即个族学咯的诗歌。
伊的原名叫做西亚汉巴。那么西亚汉巴就是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咱今日要三个来用这条歌，咱来学习啊，这个非洲，这个主路族因对上帝这个敬虔的心。那么咱知影这个南非啊，这个总统的曼德拉，伊伫早前受关监28天，后来得到讨放，啊，伊有做这个和平的革命，后来选到总统。啊，这个曼德拉，伊就用这个上帝的疼来赦免伊的对敌，啊，伊的对敌依然有认罪悔改，所以因就和平来相处。所以咱今仔日要用这首诗歌，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咱三个来学乐天父上帝。Siaham, Siaham, Siaham, Siaham.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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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着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着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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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aham.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着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着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Siaham aku kawin wengko.
hama sia hama kukare kweko sia hama sia hama sia hama kukare kweko咱向前家己上帝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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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着向前向前向前行，向前行，咱向前行上上帝的光，咱着向前向前。向前行，向前行，咱向前行，地上帝的光。是啊，马不高瑞美国，是啊，马不高瑞美国，是啊，马不高瑞美国，是啊，马不高瑞美国。Babu Karim
是啊，把苦甲为过。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各位乡亲时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上帝甲人这个关系，毋是伫这个空洞思想的中间来发生的，是有这个实际的事件来发生的。当这个危机临到的时阵，会反应，包括这个紧急困难，所以说这个紧急困难。会通帮助咱归向上帝，上帝就会永远遐个紧急困难的代志临到。上帝唔简单，互咱有这个祝福尔定，上帝嘛会用这个任何这个环境来塑造咱，来建立咱。咱所信的，并不是空空这个空中的神学。上帝透过环境甲咱来互动，上帝以为真实的，伫咱生活空间内底，甲咱相拄的。世界局势发展，不过是一种的这个境界，是爱的人会当转向上帝来接受这个福音的。拄咧亲像旧约何西阿书6章第1节所讲的，讲来吧，咱归向耶和华。伊要医治，伊要包裹咱。迄时以色列遭遇到这个患难，伫这个紧急困难的时阵，先知何西阿对因发出这个呼吁，爱因归向上帝，通得到医治，得到拯救。所以当咱注意到上帝伊家己的时阵，咱就一方面得到讨报，得到自由，无过再。互这个现实的困难挑战，但得甲咱喘袂过来。另外一方面，咱就看到家己歹所行，就是用自我为中心一切行为，爱天天来悔改，互上帝来做你的活命中的这个主，互咱的人生中每一个层面拢会当倚靠着上帝，就会大有影响力。讲做一个会当望着天国来改变这个世界的真正基督徒，所以咱爱有两方面这个认知。第一方面的认知就是疼你、拍伤，拢是咧管教的。上帝疼你着咱，也要医治咱；伊拍伤咱，也要来包括咱的伤罪，也有能力来医治。
伊嘛要愿意来甲咱医治，因为上帝就是听，伊做一切代志拢是为着听，所以上帝伊的管教也是因着听伊的百姓。上帝的管教为互人得到福气，所以毋通轻看上帝的管教。那么西咱身躯的这个父母，拢是暂时的随因的家己的意思，伫管教因的子女。独独只有万能的天父管教咱，是爱咱得到这个利益。伫伊的性格顶面有分，咱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伫行这个正圣的路上，所以咱都要珍惜上帝对咱的这个管教。第二项，伊毋单单是互咱警醒，也要互咱复兴来兴起。所以过2天，伊要互咱警醒，到第3日，伊要互咱兴起。过2天到第3日，是咧讲起上帝的人民一定会来的，而且也是紧紧会来到啊。那么警醒 （revive） 甲兴起 （restore） 拢总有这复兴 （reviver） 的这意义存在。复兴是将失落去的。来找倒转来，就是找倒转来上帝同在，咱就是伫伊的面前得到这个尊华。咱甲上帝重新恢复了这个亲密的关系。有人讲吼，教会复兴有3大的这个阻碍。第一个就是知识代替了活命，第二就是传统代替了这个困难，第三就是宗教活动代替甲上帝这个关系，所以只有日日互圣神充满，才会通时时刻刻甲主来相连，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复兴就是神圣的作梦，人知影家己做无代志的时，就会向上帝来呼求，上帝就要怜悯，人啊避万好势，复兴就要临到。所以圣经讲，来吧，咱归向耶和华。咱归向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讲，咱来就近伊，咱来追求伊。有真正误会，上帝要赐福予咱。其实吼，最要紧的、最主要就是上帝，伊要来塑造咱，要互咱长大成人，才着认捌伊的这个长大成人。伫这个过程中间，伊管教咱。就着今日一样，所以伊讲，伊会疼爱咱，总是重点是，伊嘛会医治咱的。总是先你讲，来吧，归向耶和华，伊拍伤咱，伊也要包裹咱的这个伤罪。有时阵上帝管教咱，互你受伤，总是伊嘛会甲你医治，伊嘛会甲你包裹咱的这个伤罪。为什么？伊讲过2天，伊必互咱警醒；到了第3日，伊必互咱兴起，咱就要伫伊面前通得到尊华。伊不只是只有互咱警醒，也要互咱兴起。上帝做这一切，无论是疼你，还是拍伤，拢总是望咱得到利益。咱拢望伫最后，咱通被兴起。所以伊甲咱讲，伊要临到咱亲像甘雨，亲像润泽土地这个春雨，伊是咱祝福这个源头，搁较是咱生命这个源头。所以自从最后所基督来到世间实行这个救赎的工作，到了今仔日已经过2000多年了。如果上帝看1000年只有一日，那么咱通讲。伫上帝眼中，咱是拄拄过完2天尔定，咱拄拄是处伫第3日的中间。伫这个圣经中，第3日有真重大意义存在。咱做来看，第一个，第3日是收割的时阵。伫这个创世纪第1章12节记载讲，上帝伫第3日，互地面上有这个青草有结
精致的菜色以及结果子的寿肉，各种鸡类。所以第三日是一个咱通看见成果的时阵，所种的是什么，就收获什么。第二，第三日是接受试验的时阵。伫这个创世纪22章第2节，记载讲上帝爱亚伯拉罕，将伊独生囝以撒献做烧祭，所以亚伯拉罕就带伊的囝儿往上帝要指示伊的所在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将伊的囝儿放伫这个祭坛的顶面，做天使阻止伊，并且上帝还佫备办一只羊羔做烧祭来代替伊的囝儿。所以第三日要通过试验，咱就要乖乖献就家己做活祭。你就会通看到这个耶和华以勒的这个上帝，经历到伊救命的这个恩典。所以保罗讲，我的上帝必照伊荣耀的这个丰盛丰富，伫基督耶稣内面，互恁一切所需要的拢总充足。第三日是上帝降临这个时阵，摩西甲百姓讲，到第三日。爱备办好势，因为第三日耶和华要伫众百姓面前降临伫西奈山顶。伫迄日，要甲上帝要甲以色列百姓来立约，并且来颁布这个10条诫。所以第三日是上帝甲人显现的时阵，所以第三日也是上帝甲人立约，并且领受了上帝话语的这个时阵。那么第三日是着降临的时阵，也是拯救的这个时阵。伫这以斯帖记这个5章第1节记载讲，第三日以斯帖穿上这个条服，这个王宫的内院，伫这个殿来徛立，王伫殿里坐伫伊的宝座，面对着这个殿门，就伫第三日。以斯帖冒着性命危险，为着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来到王的面前，所以第三日是挖苦上帝勇敢采取行动、获取信心的时阵，咱就发现上帝丰盛恩典，到互咱通破除对立的这个关卡，来行出这个困境。第三日是领受着丰盛宴席的这个时阵，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记载讲，第三日伫加利利的这个迦纳有娶某的这个宴席，就伫第三日最后所伫一个欢喜的场合，用一个水变做酒的这个新日，开始着伊伫地面上这个宣告的时间。所以第三日是一个真新的开始，爱注意着耶稣伊的话。伊安尼做啥物，咱就去做啥物。咱要看到伫平凡亲像水的这个画面，会变做来香讲甲讲香的这个好啉的酒。第三日充满着国啊大观念的日子，最伟大的第三日是主要所基督国的日子。对咱的第二日变做第三日的时阵，主要所国的这个大观念要充满着咱。互咱通看到家庭的福音、教会福音，并且期待着上帝国的临到。所以上帝的旨意行伫地面上，那就是行伫这个天意。所以当咱看到周围环境的灾难，咱往往会对外在因素来做判断。譬如讲，拄到风台来临的时阵，咱就要改变气象的这个预测。当这个地震过了的时，就有人开始研究这个地震的这个能量吼。所以先知何西阿提醒着咱，到底咱面对的这个危机是来对这个危机的本身呢，还是听着咱拍上咱的上帝呢？虽然说基督搁再来以前，必定有各样的这个灾难要临到。何西阿甲咱讲，规样耶和华是灾难中
一线的这个生机。警醒的人会为着灾难有所准备，若无警醒的人，伫这个不知不觉的时，大水就来，将因拢总冲去。人主讲的也要亲像安生的，记载伫马太福音24章39节。那结尾，彼得后书3章第8节甲咱讲：主看一日亲像1000年，1000年亲像一日。伫主的眼光中，日子无过亲像咱的这个日历的顶悬所记载，一日就是一日。诗篇90篇的摩西讲：伫你看来1000年，亲像已经是过去的昨日，搁亲像夜间的一更。所以咱伫地面就是遐尼微细，咱一生的年日是何等的短促。以赛亚书40章15节讲：看，万百姓拢亲像水桶的一滴，搁亲像天平顶的这个尘埃，伊举起正海岛，亲像至微细这个物件。咱过了1000年，伫上帝看起来不过是一日尔尔。所以有时，咱真久无见面的亲人朋友，对远的所在来甲咱来相做伙，你会感觉到这个时间咧过真紧真紧，就一个月日，像一礼拜，遐尼紧就过去。你甚至嘛毋茫这个时间会当停掉咧，莫紧张。所以，亲爱的兄弟，千禧年的时，就是咱巴不得将这个时间停掉的所在。伫遐，咱要甲主三主节。享受到主同在这个甘甜，咱会感觉到这个时间咱遮紧就过去，1000年亲像一日。这就咱看到上帝要如何孝顺咱的年日，上帝要如何来补偿这个咱所失去的日子，咱要如何来赎回咱所失落、所浪费的时间呢？亲爱的兄弟，咱就要学习摩西。常常来到主的面头前来祈祷讲，求你教示阮，怎样孝顺家己的日子，通互阮得到智慧的心。咱拢是有福气的人，咱就要用基督的心做心，咱就要接受世界这个约束，以及圣洁的雕塑，任劳任怨，为着主来见证来活。迄个将会接做咱国人。也是接做教会带来一个真大的这个转机呢。千万唔通讲啊，给我一个人，也是叫我一个人，拢总无要紧的，袂使的。咱袂通减少任何一个人，因为无人老甲主袂容易，嘛无人因为年轻主就无要容易。所以伫这个第3日的这个世代内面，咱要将家己搁一摆献互上帝。看到上帝的话语，听听伊的吩咐，我搁着主耶稣基督，国外大权能，勇敢行出去，去抢救失踪的灵魂。因为主耶稣基督，伊要陪伴教会稳定，互咱得胜有春。伫主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阵，咱能献上金银保障这个成果，互咱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回应诗歌，困拜啊！那么这首诗歌原是非洲的这个俄罗的这个诗歌，困拜啊 ！Come by here, my Lord. Come by here， 都等来我家。所以讲困拜啊 ，my Lord， 困拜啊 ！Someone singing Lord， 困拜啊！ Someone crying, Lord, kumbaya. Someone praying, Lord, kumbaya. Come by here,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singing low, kumbaya. Someone singing low, kumbaya. Someone singing low, kumbaya. Oh, kumbaya. Someone's cr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cr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crying low, kumbaya. Oh, Lord, kumbaya. Someone's pra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pra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praying low, kumbaya. Oh Lord, kumbaya. Come by here, my Lord, kumbaya. Come by here, my Lord, kumbaya. Come by here, my Lord, kumbaya. Oh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Oh Lord, kumbaya. Someone singing low, kumbaya. Someone singing low, kumbaya. Someone singing low, kumbaya. Oh Lord, kumbaya. Someone's cr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cr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crying low, kumbaya. Oh Lord, kumbaya. Someone's pra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pra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praying low,
Someone singing low, kumbaya. Someone singing low, kumbaya. Oh, Lord, kumbaya. Someone's cr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cr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cr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praying, Lord, kumbaya. Someone's praying, Lord, kumbaya. Someone's praying, Lord, kumbaya. Come by here, my Lord, kumbaya. Come by here, my Lord, kumbaya. Come by here,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Someone singing low, kumbaya. Someone singing low, kumbaya. Someone sing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cr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cr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crying low, kumbaya. Someone's praying, Lord, kumbaya. Someone's praying, Lord, kumbaya. Someone's praying, Lord, kumbaya. Oh, Lord, kumbaya.
人莫雨莫落，困莫呀，哦，困莫呀。来参加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但今日阮对旧约圣经何西阿书6章第1节到第3节，以及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3章第8节到第9节，阮做来思想第3节这个题目。那我对今日的信息中间，互阮知影，这就互阮会通看到上帝如何来孝顺阮的年日，上帝要如何来补偿你嫌阮失落这个日子，我要如何来赎回阮所失落、所浪费的这个时间。那我要来学习摩西，常常来到主的心宝座前祈祷讲，求你指示阮怎样孝顺家己的日子，让阮得到这个智慧的心。我拢是有福气的人，我要用到基督的心来做心，接受基督十字架这个约束，以及圣神的雕塑，人劳人怨，为着主的见证来活，下来要将阮叫做个人，形式教会带来一个真大的转机。主比天地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借着先知说了这个宝贵的话语，来支持阮，来回转归向你。因为你是阮闪避的所在。当阮惊吓的时阵，我要倚靠你，因为你要用得救的这个乐歌四围来包围着阮，所以阮会通宣告，软者会通得到叫坚强，颂扬的要叫做富足。伫这个末日，阮国家就爱谨慎来祈祷，宣扬天国的这个福音，并且陪伴阮家己来听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日子。当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但这点，罗牧师要甲恁祝祷。愿天边上帝主要甲怜悯，主要所基督恩典，圣神保守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到见主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亲爱兄弟姊妹，乡亲时代。咱今日个实体的礼拜以及网络的礼拜，到这就过一段落。那么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要伫教会，也是伫空中来相见面。但愿上帝赐福保护恁，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记照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恁着记照万百姓做孝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